嘛是搁咧搬倒一出哈？你毋知啊？当属丢即出哦。我毋知啊，你无知影听过啊？可爱的车，水恁亮光亮光，那是另外一条啦。毋是啊，有啲拢是共款的歌，甲伊唱做伙。棉花可爱的车，棉花驶着可爱的车，要是哦棉花已经甲伊放散啦，应该是驶尽啦。下面我拄则讲的迄个棉花，即个口白的部分是迄深蓝色的护手啊。有兴趣的人会当去听，真正有即段，伊就是安尼棉花。好，有啦有啦有啦，哦，你唱歌做迄个麦过来了，棉收这啦。听朋友看袂着我的人啊，我就干那演互你看尔，演互你看尔。欸，咱做无唱歌的呢？对啊啊，，等下刚好就唱歌，你会当唱，但是咱结党的是咱的唱歌界的大先辈，嘿啊，咱刚好就安尼，鸡架滚。我今仔日看到伊惊，敢毋敢讲话？袂啦。我感觉你任何人都会当讲，吓你哦！你好地拢讲安尼啊。欸，导演阮朋友啦。好啦，安尼到底咱有法度邀请到结党的伫咱的节目内底开金喙唱歌无？就互咱期待者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内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白边，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的来词。要给我甲观众朋友下一杯用台语念出来，咱来欢迎其他一个出名人。欢迎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当属长乐团的主唱结党的阿杰啦。结党啊，你有听到伊紧张无？伊拄则连开着，伊若看到伊介意的是，就是伊意爱伊就拢安尼啊。还是要被困吧？无啦，看到你规人拢醒起来，我来讲精神拢来啊。好，咱直接进入主题。我惊讲伊咱会讲伤济，有伊紧张的气氛的别空。好咱想要请问讲吼，当下咱即马即个乐团到单已经有26档安尼。今日迈向27档。对啊，伫阮还未出世之前，无，我是阮团是1997年是对4月1号，嘿伫迄台北一个女巫店底下成立的。哦，因为我今28岁，伊19岁啊，所以伫阮还未出世之前，黑白边黑白讲，啊，想要请问讲，即马自已经要27档啊嘛，也是搁继续咧创作。想要问讲，这27档以来，敢有迄经过迄种是无灵感的时阵？无灵感哦，因为嘛是加减有啦，不过我拢是用生活去创作嘛，所以我就拢较早期拢可能世界佚佗、世界出国表演，我就大家拢会留喺当地去遐旅游嘛。体验生活。对对对，啊无就是世界交朋友，目前来讲是还无佫无啥物创作瓶颈啦。哦，厉害留伫迄个所在，才会当了解生活迄个所在环境。若无得安怎你知无？安那你袂了解。了解我的悲哀。这嘛是迄落啊，这嘛是着我少年时代甲迄阮迄白当的故事，吉他手，我就陪去等伊的初恋的女朋友，这种所以比较等。就是即条歌就是初恋的时阵弹出来的歌啊。对，就是阮大部除了吼，就是迄人邀请讲哦，你帮我家己写，帮我这个节目写。我通常我的创作拢是阮生活所产生出来发生的代志。安尼结党啊，拄则我唱的无标准，无你个唱一遍感觉完整的一句，阮听者。伊迄内底有一寡咱迄落通常是对较少伫讲的咯，就是有一个口碑是较经典的。对对。不要啊，你无讲我哪会了解？这会使讲吗？会使啊，我甲毙掉的。哦，伫咧平常时咧听歌，因为其早期创作，阮无想讲阮会法度出唱片。对，阮就是创作拢是发泄阮的心情，啊，所以阮就无管伊的词安怎用安怎，你想要唱啥就唱啥，因为毕竟咱是到一个民主社会的国家，自由创作，对，阮较早着，因为阮的时代啊，佫有迄落戒严时期嘛，对对，阮就拢其实迄阵时拢个老长头毛，就是淡薄冲撞体制啊，对于社会较有反抗迄个意识。哦，其实嘛是自由啦。外国的若是迄英语的歌词，因唱的什物有诶美东美西嘛，拢讲真赞。啊，咱这台语的，甲咱平常时口语写出来，
都袂使。都讲咱无水准。我感觉安尼真正是无公平。台语是一个做生活化，伊嘛会使做水，啊嘛会使做怕做怕的。对，做怕的、做雅的，还是讲做爽的，嘛会使。对啊，就是看咱安怎表演啊，对啊。恁若无来听，恁就袂了解，知无？好啊，我已经唱过，毋通个唱第二遍。好，过来要问讲，听讲所有成员的感情拢诚好，啊，除了唱歌，过会小少做去运动啊。啊，敢有冤家过？哦，阮团为迄落即马迈向第27年嘛，啊，冤家是我也是加减嘛，因为阮自少年时代就是拢基本上拢算做伙成长、做伙大汉，所以大家拢该了解互相的迄落个性，所以我你若感觉你待遇袂爽快，我就退一步。我定来甲大家讲，咱即马退一步，咱即马这个年纪吼，算应该就是爱欢喜爱快乐。对，那阮定来记，阮做伙生活的时间拢比甲厝的人较济安尼。对。就是安尼，毋只安尼，少年时阵算乐团，就是迄种较冲锋啊，来，即句我要安尼，啪啪啪，安尼拍起来。有当时啊，就是冤家，就是电视拢安尼演的啊。基本上会发生争执，拢是伫编剧。哦，我想要安尼编，你想要安尼编。对。因为乐团好耍的所在就是吼，因为大家意见拢无共，撞击出来的火花才会甲别人无共款。哦。我看电视拢是安尼，主唱甲编剧甲吉他两三安尼拍拍了，啊尾伫遐倒伫涂骹笑。啊，啉一个秘鲁，啊，过来明仔载就开始哒哒哒哒，就来唱歌。像阮早期迄个主唱啊，叫做冠宇，伊个性较火爆，啊，伊甲我介好，比如第下阮伫录音室，我讲啊，你即句唱了不好，佫一届好无？伊也袂爽，伊就是夺门而出，快点走安尼，冲出去安尼，啊，就是我搞我的车嘛，驶走。问题是因为虾米有收拾？小可有淡薄想要听，但是我想要听伊拍起来，伊就会，我不拍起来，三龙弟弟拍。伊有中有啥物，大部分拢是迄落中间人哦，算大概润滑剂。啊，我嘛是阮早期迄团员年纪上细。哦，大部分歌拢我写的嘛，我讲咱要安怎敲，我负责敲代志的。哦，是因为当下你个性本来就是安尼，还是讲迄当阵年纪较细？无，应该是我个性本来，我可能天秤座啊，阮伫厝诶，佫算蛮囝。哦，较够看人目色啦。对，较介意吧，毋是较。而且我高中毕业，我就无去读高中，我就出社会去学做胖。哦，我去学做胖做2年，啊，就因。迄号拢学徒制吼，师傅若袂爽，就甲你搭物件。对啊，迄啥物？对，所以我自细就知影哦，看人目色对，哦，察言观色啦，真厉害呢！啊，但是恁全部的人大部分拢挂这个乌仁目镜，看袂着眼色。无啦，阮先吼，阮这已经有发过片，有淡薄仔知名度吼。对，迄落经纪公司拢会要求讲，上节目前爱上妆。阮大家个性活拢个大啦啦。无就目镜挂咧吼，啥物拢免画，半张面拢看掉啊咧，拢看掉就是免伪装。对阮来讲嘛，阮轻松，伊嘛轻松。对，因为我有当时嘛真介意挂即种乌仁目镜，因为就会当莫去互别人看着，我有你甲看是。我嘛是，翕相的时阵都免看镜头。对，而且就是咧挂迄小大诶，就是甲面咧乌一半呢。摇滚乐团吼，挂目镜就是拢较无要紧。对 ，The Rocker。对啊。啊，但是伫咧 pop 表演拢暗，啊个挂乌仁目镜，敢会看无 ？pop 就袂啊啦 ，pop 基本上就是较暗诶所在就甲伊摕掉。对哦，但是出去录影是创啥？迄个形象诶时阵就爱。对，无你演唱会啥物，迄灯光拢足强诶。哦，真诶咧，先煞保护目睭呢。有时啊，啉甲目眶红红，逐个嘛看袂出来。我连是感动咧好诶时阵安尼。我可是目眶红，是因为想讲惊阮受感动，男儿泪去互恁看着，结果是啉甲目眶红。有时啊，唱逐支歌，唱嘛会感动，啊嘛。流淡薄仔目屎，无就你当下心情，比如你若有亲人过身，无就讲想到较早期的主唱，无想过去的恋情，对，就是嘛是有会感动。会当讲一条，譬如讲你家己印象较深的，你迄当阵捌哭过的歌。其实我定定的感动，就是一首歌叫做《爱我你的死》。爱我你的死，青春无代志。过来，看袂着天光。你把那个音响掉，咱拢是黑暗面。这首歌嘛真特别，我迄样当初是看一个剧本写。对，啊，迄样阵其实我就是关在一间录音室的房间内底，我就哪写哪哭。
拿下拿考，因为我拢无想到我较早迄个主唱，对伊哦，迄个剧情的个性甲我较早的主唱的淡薄像，哦我就想到伊，我就拢对嚎啕大哭诶。无想要互知影，你只好赶快蛮经典，偷偷甲写出来。啊，迄当阵咧演唱会面顶拿唱的阵，是毋是迄个情绪都佫出来呢？嘿，那有当时有迄个感觉都会想到伊。感觉一来就目眶阮算红红。高中拢做伙大汉，我住因兜的时间比住阮厝的时间较长。会是亲兄我弟诶，读高中读到高中毕业，阮母啊佫叫是我是台下干部的，嘿，因为我总困到中昼才去学。啊厉害哦！台湾朋友因为进前即条歌啊，是因为有别个乐团咧唱的时阵，啊尾仔互少年人知影，但是真正我恁讲推荐，超去推荐，一定爱来听阮当属鸟乐团唱的即个版本，即会当唱出音。我不要讲啊，听听就会哭的迄种。家己去听啦，家己去听啦。对啊，嘛是迄个南投的草屯囡仔，对，重新翻唱，甲911迄个洋葱佮做伙唱嘛。对，啊，甲即条歌佮甲唱完起来。对，袂啦，拢真好听。甲会想要问讲目前的作品歌词啊，你即摆拢改写台文字，敢是甲迄个当下你去读这台文所有关系？我像阮早期吼。对。经过 Freddie 的介绍，就找了陈峰慧老师。其实阮做想要甲全部拢变正字，按过拢是惊吼，当时的一寡听众看无，所以阮拢是迄落一半，想深的好就甲撇过，伊惊人看无嘛。毕竟流行音乐就是要大家听有看有嘛。甲这几年我感觉就是大家慢慢迄个意识，淡薄觉醒，即马就全部拢甲改台湾字，大家有较有法度接受。对，就慢慢来啦，因为我感觉这嘛是爱有一个过程啦。对，因为毕竟讲你即个流行音乐，除了咧传达即个音乐以外，嘛是有淡薄仔教育意义，无论是歌词内底的内容，还是讲一寡编曲安尼。包括阮讲咧团员，其实阮讲话平常时拢讲台语嘛。对啊。讲台语，阮互相拢逐工来研究台湾的社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政治发生啥物代志，阮拢互相去研究去了解。我既然我就对台湾的物件较有兴趣，所以我就去考迄落台文系博士班考看卖。对，那厉害无拄好调的啦，无拄好调，嫌伊啊，嫌伊啊，毋通安尼。想问讲就是开始学台文了，甲学即个拼音，你敢会感觉讲足困难呢？一开始吼，我是反对用拼音，了我有一工就是摕台语拼音互阮囡仔看，因捌学过哦，伊就拢念袂出来，讲你哪会晓？因为囡仔吼，学这介紧，英语好学即款介紧，我才好教。安尼这是对的。对。要甲台语安怎流传落来，其实这个方法才是对的，因为囡仔来看迄落台语拼音音标好，看得读出来。对啊，但是咱较早咱读个英语无好，咱读淡薄食力。如果你若为了要迄落传承的话，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。对啦，有音才有字啦。你若今日有字，你读出迄个音，你就有当法度甲迄正确的声甲伊传落去。保留起来，因为我嘛是去国外时采做者迄落教会朋友，伊嘛拢用罗马拼音。因迄拢真正做厉害，做标准。教会白话字，教会白话字，对。虽然讲是无共语派、无共款的学习方式，但是无论安怎，只要是会当互咱这个语言，咱继续流传落去。无论你去学倒一种，只要你感觉适合你，感觉无压力，拢会使。因为我感觉虽然嘛是对迄个教育部一寡字，因为有伫研究就淡薄有意见嘛。那我相信这是慢慢会使，大家慢慢来谈，吼一个更较正统，更较大家拢有法度接受的字出来。莫讲逐年改，就是2、3年改一改，互大家愈来愈一个较正统的一个统一的用字方法。对，像咱即马慢慢就是有一寡就是标准化的字啊，咱一看知啊。对，安尼过来就是慢慢安尼继续编落去，总有一天咱一定有法度像编出迄华语词典安尼。我这两天看台语台。对。我看两个字，我感觉我淡薄有意见，比如我讲阿杂，阿杂，伊中文写龌龊，对，我感觉是无啥讲咧。对。不过伊台语讲一下龌龊咧，阿杂甲龌龊其实。我认为是无啥。专家拢有去考据。对，因为专家有去考据，佮当然阮只甲你讲者，就是其实你若是对迄字有想法，是创啥，咱教育部书典你会当去看，伊会写讲谁哪会出这个字，啊你若感觉我想要参与了。想要参与，写袂去啦。因为我感觉吼，你民间你讲的，甲学者的迄个看法佫无啥共。对，你还有一寡，比如我讲武雄老师嘛，真适合去参与。武雄老师，对，伊嘛是民间的专业人士，各方面拢透咱做伙，袂使全部拢学者啦。对。
主管啊，你有听到无啊？你有熟悉迄边书店的，你还甲倒介绍啊？我算家暴啦。激动啊，激动的伫遮，激动激动的伫遮发声哈，想要参路加。讲者，对，是相边的我毋知啦，我是只是提出我提出你小小的意见的呢。我见我已经甲你放上出去啊，主管啊，你有听到？我毋免车马费，我就会去啊。遮好免车马费。好啊，所以你感觉讲学起来袂讲介困难的对啊。啊是你有啥物学一寡啥物撇步会当教互咱的听众朋友，因为咱听众朋友有诶就是袂晓拄开始学安尼。其实上好诶方法就是看台语台。哦哟，歹势啦。老实讲，啊台语台即马就是我感觉佫会使一个方法，即马就是台语、华语嘛，下骹留一个台语拼音会拄则。哦，三行字。阮之前有想过，但是就变做讲因为迄电视。伤侪我知影我了解。对，你就是迄戏的卡迄。啊，不离个咱有一寡听众拢真赞哦，像咱即马放假一寡预告，也是讲咱的戏，因有当时啊，因拢伫咱 YouTube 的卡，搞阮写拼音去哩，小赞的，小赞。对，安尼学上紧啦，就是爱互台语的生活化，你生活化了就法度主流化。对，因为加看加听就会晓。就敢若即摆讲台语就足顺的啊。对啊，我就是台语互生活化了，你就袂感觉哦，逐个囡仔来读就是伤硬腰安尼。对。过来要问讲，隔档啊，即马咧读博士班。佮兼做 Podcast 的主持人，平常时佮爱去运动，听讲前一阵仔去参加迄沙体吼，啊你就足无闲啊，啥物原因互伊决定接即个海味61号的节目顾问？其实时间拢是家己安排出来，你若嘛较早起床，你哋其实会使做侪代志的。24点钟啊！像阮若要去参加比赛，阮拢会安排家己的课表，因为你也无可能讲你是去走标啊、走马拉松，或者去比3天的，比较一半你身体挡袂掉，所以我平常时拢爱训练。啊，对啊，一工差不多爱，一礼拜差不多爱训练5工。5工其实迄最简单，就是你若突然有一点钟的时间，你就出去走10公里啊，或者出来然后开了车伫遐打半点钟啊。无就像我昨去师大透早的课，甲下晡的课，中拄好有迄个时间，我就走去收水，收1点钟，2,000公尺安尼。其实要家己做自律的对哦，爱家己安排时间啦。就甲恁走马拉松爱配速安尼共款意思的对。爱有家己的节奏。因为海味61号一开始伊找我，伊是请我写主题曲嘛。对。我当看伊迄个剧本。我较想要应征八台呢，因为我讲我自细汉就是我自退伍了后就是开一间 live house，叫做 Skunk 嘛，甲朋友合开嘛。伊负责迄个 PA 控音嘛，我负责八台。因为甲八台甲人去讲的，这是我甲伊思想的一件代志。我若去做迄个角色，我拢免演。我感请你会去啊。我讲，我甲讲迄个之前迄个演员共款就好啊。我伊讲就是。因为迄已经不紧好啊，讲好我后一季有机会，第二季啊，我再来应征，为酒客变八台，基本的调酒我拢会晓啊。哦，这厉害，所以现场的免演直接来真的就对啊。对，因为啉落就晓啊。到时阵后一季若是真正你演，你敢来邀请我去？我要去啉者，我啉者海味61号，海味61号。安尼无讲到顾问的工作是咧做啥物？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因来录影啊，然后一寡甲团唱的台语有淡薄问题，基本上有法度唱台语歌的，拢是导音的问题呢，导音的问题，就是你莫互电导音，就是甲提醒一下。但是你录影的时阵是会使甲伊讲，即句定来是啥物？因为会去录影的一寡台语团，基本上因为我可能台语团我拢较关注啦，所以我拢淡薄仔熟悉。咱的助理甲专业的听众，咱甲讲者，大部分拢法度接受。这小吉大先摆咧，小大。个一个足趣味的哦，台语团唱台语歌，我中介绍用华语哦。对。我讲，你爱用台语哦，大家会变卡卡。对。所以就爱大家等去练。但是我感觉讲嘛是真感动啊，因为像即摆有一寡少年的，其实因平常时无伫讲台语，但是因为一寡就是台语情怀啊，还有就是咱对这语言啊，还有民族的感情觉醒了，因开始学台语，因真拍拼啦，敢若咱讲因真拍拼，所以
算讲就是即摆风大面，佮无法度就是全台语，但是时间我感觉这时间会去较长诶，伊一定慢慢来对啊少年人若一紧张，哦，伊可能唱歌介简单，对对对你访问伊就自然就变伊上定来讲诶语言，对，就敢若郑英龙共款啊，伊得奖突然得奖，嘛惊一个，对对，啊伊就是变用伊上习惯诶伊诶语言。对对对啊，你看第一届可能会紧张，然后后边佫对，可能伊就可能用台语。会先准备起来，准备起来。咱对少年朋友，若讲学台语、讲台语，若讲着拢无要紧，拢是较鼓励，免甲责怪。对，因为若是安尼，大家才袂惊啊。鼓励啦。像阮以早就是阮迄朋友啊，伫学台语诶时阵，我拢讲激励讲，像我伫学英语，我伫咧国外拢一直学白讲咧。我嘛是呢，我拢毋惊，我啥都袂讲。迄外国人也袂甲你笑啊，但是你伫台湾哦，像你伫台湾讲drink，因会讲毋对，你这个语法毋对，你头前爱有啥。君山碧尔。对，因就是伫遐讲迄，我讲台语嘛是啊，你先莫惊，先讲一两句啊，一两字，豆这个单词，时间开啊，佮加上你的 body language，对，我伫国外，像阮考博班啊，伊嘛有英语考试官嘛，对，伊就问讲，啊，你的英语程度安怎？我讲，this studio， 你录音室讲迄专业的术语拢无问题。对，伫外国迄个我会使甲阿杜啊开讲几暗。哦，伊讲安尼就会使。你就厉害啊！对啊，你最厉害啊！我无甲讲，其实我只有恁我才敢讲。老师，你面试的时阵敢有啉？面试无啉啦，有赛车拢袂使啉。哦，对，为了安全，赛车绝对。还有一个就是迄顾问的代志，我真重要，就是我的迄个把关成因的部分。哦，伊甲团上重要就是伊迄个录出来声吼，你若处理无好吼，电视听起来就差。哦，所以就录好，等于我搁请一个录音师，甲做混音。哦，混音了我搁检查，待会要较大声，待会要较细声。待会吉他无准，帮伊小加一个。待伊吉他无准，个人听出来哦。大家歌我拢爱听过，才会使好出去。安尼这个顾问的时间听起来足长的呢。我拢伫，因为我定下赛车台湾二路出去比赛嘛，拢伫车顶检查。哦，我真正就搞利用时间。是卖新车的一个朋友。安尼想问讲，就是咱节目邀请真侪少年家组下，就是即个台语乐团、独立乐团。你认为讲，这个乐团创作的作品有啥物，就是吸引人的所在？其实每一个乐团拢有每一个特色，对，就敢若因住的所在，甲因心中的环境，写出来歌拢无啥共。因为像即摆风格伤济啊，伤变。对啊，毛民谣啊，嘛有嘻哈嘛，啊嘛有较金属迄 metal。对。有啥物乐风拢有啊？对，基本上我做音乐做遮侪年，所以大部分的乐风拢大部分拢试过，所以拢会甲因做交流。因为有的人就讲啥物台语听起来较粗俗，所以爱尽量用一寡咪爽的曲去甲伊配起来，安尼才袂互人感觉讲伤爽。台语袂爽咧，阮出国表演嘛，拢唱台语歌，语言应该是迄个无国际嘛，因为有国界嘛。对啊。而且台语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，因为台语若一句台语，伊就有伊音会走出来。对。我定下写歌拢写出来，就是敢若旋律的话，阮团讲啊，你咧做成这一团的歌，当我甲词添入去了，伊讲哦无。咱这就是当树顶的歌，这就是当树顶的歌，这就是真正一听我买啊，YouTube 甲伊点落去，点。对，其实看一个乐团上重要就是看现场。对，咱即摆就是海味21号开始甲每一团的迄个单歌放去你 YouTube 顶过，对，大家会使去欣赏。而且像阮即款定定少年时拢定定去世界各国去报因的音乐节，对，因音乐节主要你的录音的作品了，伊要看你现场的表现。真诶，因为有一寡物件就是伫现场看因伫表演的时阵，因表出来迄种精神，啊，佮有迄种气氛。对啊，看现场真正无共款，唱起来迄种。伊个这无可能敢若听你的录音的作品，因为录音作品拢会使修嘛，会使改嘛，会使吹清唱嘛。对，啊，你若真正当现场的，好啊，倒我一看就知，啊，你这有实力无实力？对。我有资格无资格来因的音乐节，一看就知影。所以后边呐，迄个少年朋友，伊即摆无是逐个团拢法度有钱去拍 MV 嘛，所以就是用这去做当做恁的 MV， 会使去甲恁家己做宣传。好，咱先甲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，咱这海味61号是咧创啥物？咱海味61号是咧讲伫一间61号的
酒吧，拍布内底，拍布内底现场有真侪乐团会来表演，对但是迄拍布内底迄个bartender对吧？对，唱歌，唱歌啊，就是伊甲内底酒客开讲的过程中，先说甲伊介绍讲，阮今日这团有啥物？伊会用开讲的过程，甲遮个特色，还有一寡乐理哦，我感觉有淡薄仔乐理哦。乐理是乐理吗？对，正理乐理啊，因为伊讲对啊，因为伊会讲一寡讲，咱即摆加入即什物现代的乐器，还有啥物，还有啥物。我感觉即个节目就是包括的范围真济，但是上尾伊后壁迄个灯光乐团现场的迄个，我即摆才知影讲这声音有搁调过，无怪我迄当阵看阵感觉。哦，这个平常时咱伫遐看的迄无共呢，因为有诶讲真，我真感觉足差，因为梆梆梆梆梆的声音一直出。其实大家较袂晓收鼓的声，对，鼓拢用甲凄凄嚓嚓。对，所以有诶声音就是因为像我这我耳仔较来，就毋是较来，我耳仔较敏感，我听到迄种声我有点感觉哦，足差话甲耳机开开，但是海味61号就是安尼顺顺啊，豆豆甲听了，听了了，佫有遐个歌，有阵时佫会转去放，即摆咱佫有甲迄乐团表演部分甲伊铺起。对，你伫遮当做一个放松的情况啦。就是一个节目，通常是有2团，一团是差不多4首歌，拢是因家己创作的歌曲。伊即摆足多元的啦，为台语，互伊嘛透咱一寡华语，嘛透咱一寡客语、原住民语、英语拢有。对，一定要介绍着咱第一集啊，第一集有请着咱当属长乐团。其实阮是上后壁才录音的，上后壁才录音的。应该节目吼，迄版权爱处理。介麻烦啊！对，所以阮就是以身作则啦，阮就先跳落来。我大家讲其实你若真正有支持台语，关心这乐团，佫有知名度的乐团，欢迎交联络。咱会看有法度去解决版权的问题。因为我感觉种物件是袂使伤自私啦，就是你爱家己跳落来做，家己把这个台语这个精华化甲带起来。结党伊要安怎甲你联络？无你甲阮线顶有一寡朋友，伊有熟悉啊。无啦，其实较知名台语乐团我拢有熟悉，只有当时就是讲迄落宣传若要开始接触，就是较要接触。等于我若爱主动开始讲这嘛，讲淡薄歹势。若有意愿的，咱就是会使看咱版权要怎处理。一贵咱就做伙来拍拼，做伙来努力。我本来当做第一集啊，当处长唱了了，结党的安尼行过，讲来啦，啉一杯啊，安尼讲起来，结果无咧，我真失望。不要想阮较早伫迄落，阮早期乐团拢伊拢为拍不唱出来。对啊，早期阮拢是因为中场拢休困。对，阮就是愈来甲朋友三啉嘛咧。若迄卖种看到，讲结党的，我其实甲你啉一杯，迄嘛是会使。会使啦，因为我咱是惊着，有就是人就就是欢喜快乐啊。对。好，咱拄仔讲着讲，咱这个节目大概的内容是啥物？上尾想要请问讲，就是结党你对咱这个节目敢有啥物期待？除了期待有第二季以外，做bartender期待就是嘛是望讲台湾愈来愈侪音乐节目啦。对。因为公司台语内底做这个节目嘛是讲乐团嘛，就是少年朋友会介意。对。那就是会使多多来关心这个乐团。这个节目其实我感觉迄个再用心去处理啦。嘛讲大家啦，多多支持，就是会使看，不如甲转贴赞音乐加分享，宣传啦，对，起赞订阅加分享，起赞订阅加分享，对，咱做伙来改做起来。听讲朋友，你即摆听到这先起暂停，先去 YouTube 里边先做分享。好，咱上尾就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，结党来甲阮介绍一下咱海味61号的播出资讯，敢好？好，咱其实就是为2月26嘛，吼，对，已经开始啊。每礼拜10点开始，就是固定每礼拜10点。对，咱有2个新的乐团会使出来甲大家三个见面。其实你若遐讲无时间看。你嘛会使过工，你毋免过工哦。我昨看11点了，去看 YT 就点有啊。对，你若是电视首播无看到，还是讲 YT 直播无看到，你差不多搁过1点钟、2点钟。免哦，马上就有哦，11点就有啊。无啦，我先甲迄阿苏比讲出。有两时仔在团的时阵啊，卡掉咧，有一个 bug， 还是讲有风险，还是讲今日迄工团起档案有问题。上班明仔一定有啦。还有一个嘛是较特别，就是我甲迄个冯胜贤老帮的 podcast 嘛是每礼拜中昼1点。中昼1点。对，迄个节目是较特别，就是阮拢去讲运动。运动就是包括招标嘛，吼，马拉松、3T。
迄个野球嘛。对，阮对台湾一寡希望伊个运动环境会使更较好。包括一寡退休的职业运动，国外吼退休的职业运动是伊个地位拢足悬的哦。我伫台湾，你职业运动退落来了，你就无头路。做教练，做教练，做教练可能是1%。因为可能亏无遐济啦，亏无遐济啊，所以这拢去做工做，我看了是足可惜的。真诶，看起来心酸酸安尼。先说讲一个海味61号的顶播时间是每礼拜二早起7点，还有下晡4点。无看到的朋友，你总共有3个时间通看，真正无时间，你网络顶看，对，去网络顶看，随时拢会使看。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吉大的来现场甲阮开讲，咱即个录音的过程会当讲是经过足侪艰难关，对，落尾才成功，但是无要紧，上尾嘛是顺利看到吉大的本人嘛，完成阮黑白边细汉的不大汉的即摆的一个事，大汉，阮即摆18、9岁尔，大要大汉，比阮的团个少年。对，要把讲出来，好来差不多会到收尾啊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，拜拜。